德阳舰伫1977年由美国移交予台湾，了后伫我国服役了28冬。德阳舰伫2005年退役了后，2009年伫安平港安置并进行修复工程。现在已经成为全国第一座厨余军舰再利用的园区景点，受到真侪军事迷喜爱。为了服务寡济课程，园区过去曾经邀请泰迪熊以及钢铁人来设展，这次更是取得英国梦工厂阿德曼动画公司的授权。邀请到笑笑羊来设展。笑笑羊是很多小朋友非常喜爱的一个动画片。那笑笑羊的农场其实充满了欢笑，也有很多智慧的一个传达。那这一次我们把这个德阳舰化身为海上的农场，那引来了英国的笑笑羊。那在这一艘船里面来做展示，所以欢迎这段时间我们的朋友们大家一起来到德阳舰可以看见德阳舰的历史，那也可以看见新的文创。我们从4年前开始，就是跟不同的一个动画 IP 这边来做一个配合，然后今年我们特别引进笑笑羊这个部分，我们希望可以让笑笑羊融合在我们军舰里面，然后除了这艘军舰本身的一个军事设施的一个以外，那其实在融合这个动画的元素之后，让这边的一个博物馆更加的有趣。园区现场除了有展示各种笑笑羊公仔以外，也推出甲特展相关的限量纪念商品，互来参观民众嘛当将这次的回忆买回厝留念。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